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日前举行第148届执行委员会议，而美国代表继18日于议程上呼吁中国公开新冠病毒资讯过后，19日再次发言挺台，也称赞台湾的防疫经验以及贡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组织。来听听执委会的说明。The United States highlights in this regard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aiwan could make to these discussions as well as other aspects of COVID-19 response, if they we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fully as an observer to WHO's technical work.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the recommended actions for WHO and member states referenced in the report and in the decision, including recommendations to apply a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to promote, protect, and care for mental health, ensure widespread availability of emergency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and support recovery from COVID-19 by building and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future. We encourage WHO and all member states to pursue thes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highest level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n preparation for future pandemics and oth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s with other aspects of emergency response, we are more effective when we work together and include al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to defeat the pandemic and rebuild our economies. The United States highlights in this regard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aiwan could make to these discussions as well as other aspects of COVID-19 response, if they we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fully as an observer to WHO's technical work.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国务院生涯已随川普政府离任而正式谢幕。不过，在他卸任之后，于推特上首次发文，仅打下一串神秘数字1384天，引发美国网友热议，外媒也纷纷报道，推测是否是在指2024年的总统大选。身为前总统川普的左右副手，蓬佩奥任内曾多次重炮抨击北京，不但指控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权、损害香港自治，更派遣高官访台、解除台美交流限制等，导致他一卸任就被列入北京的黑名单，与其他27人被以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以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等理由实施制裁。虽然蓬佩奥目前仍未针对被制裁一事回应，也没有对1384天多做解释，但该则推文已引起不少美国人民关注，短短几小时内就有1.4万次转推，25000则留言，许多人都认为蓬佩奥有可能是在暗示4年后他将投入美国大选。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卸任之际，中国外交部就宣布对28位官员幕僚实施制裁，其中不乏过去曾经访问台湾与表态挺台的官员。外界也关注美国新任政府会如何处理过去4年美中台三方的紧张关系，而陆委会也在21日做出回应，一起来听听。我们认为美中关系将维持长期竞争的结构态势，对于未来的情势发展，政府都会持续观察评估。台海和平稳定有利于印太区域繁荣稳定，政府致力于维持两岸和平的政策立场一贯而坚定，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及民主自由。我们也呼吁对岸对区域和平要有承担应有的责任。中共对美前官员实施制裁，并一再以负面的言论对我恶意批判，反映其对民主价值以及制度运作的缺乏认知，不了解台湾民意，不仅无助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只会徒增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反感。
指挥中心在21日于记者会上表示，布桃医院的确有检验出近期发现的变种病毒株，不过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表示 ，L452R 在全球目前都有发现，但世界卫生组织还未认定是新变异的病毒株，对于传染力是否更强或致病力更严重，都需要再观察。452R 的话，这已经是在那个世界性流行一段时间了，可能不是只有美国是这个病毒株，那它是主要说跟以前的不同，是跟很早期的在武汉地区那时候当初流行的这个病毒株是比较有不一样，但是它其实现在在世界上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病毒株了，不是只有美国而已了。那当然回答就是说，对于这相关的变异的病毒株呢，当然是需要提高警觉了哈。新的病毒株呢，当然就有可能新的一个传播的速度跟它的范围跟它相关，那当然需要密切注意。病毒株的部分，我们有说过，就是源头的812跟一开始的838哈，那其实我们后来又多验了839、852、856哈，所以这个群聚其实已经总共连源头验了5位哈。那这5位里面，除了856的病毒量比较低，没有办法完整定序以外，其实另外4位的序列都是相同的哈。所以大家暂时不用怀疑说这个群聚有另外的病毒株入侵哈，而且也没有在当中是传染当中又发生新的突变。那856虽然病毒量较低，无法完整定序，可是它的这个少数的这个病毒序列哈，我们可以验得到里面其实突变点跟前面的这些其他个案也都是相同的哈，所以目前这个群聚还是同一个病毒株在这个传染，那都有这个刚刚讲的D614G 跟 L452R 这2个突变同时都带有。那特别因为这个病毒本来就是 RNA 病毒，就是一个容易突变的病毒，所以经常发生突变也不是那么意外哈。不过就是说有没有意义的突变，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有重要到就是影响到传播力或者是致病力的话，那才可以够格称得上是一个变异株或者大家俗称的这种变种病毒。那目前这个 L452R 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可以成为变异株的候选人，但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让它可以真的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变异株。而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传出有2名疫调人员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对此，桃园市卫生局长王文燕22日表示，这2名发烧人员是因为其他疾病，经过2次采检的结果为阴性。对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虽然2人目前均采阴性，但仍不能掉以轻心。带你来看记者会现场。有报道说桃园的这个疫调人员有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那目前采检都是阴性，但是卫球警示好像是有一个是隔离，一个是自主健康管理。那我们想知道说，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就是疫调人员的人力可能会比较吃紧一点？那会需要中央支援吗？以上，谢谢。会，所以当然我们来看，就是说，其实这一个礼拜都有这样3万多个人了哈。那到我们现在数目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多哈，可是事实上也是跟我们原来一样，大家所担忧的就是流感、感冒相关这些症状，其实跟 COVID-19 都很像。好，那要做相关的区别，事实上是不容易的了哈。那至于在桃园这里面，那目前当然这2位。一位是有症状的嘛那一位是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情形但是目前我们的采检大概2采都是阴性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掉以轻心所以一位是居家隔离，一位是没有上班嘛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在桃园确诊个案相关足迹公布之后，引发部分民众的恐慌。桃园市长郑文灿日前也特别拍影片，给予医护人员及防疫同仁温暖的支持。一起听听他怎么说。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因为疫情，许多的活动都停止了，市府也全力投入防疫。我想，安全是第一要务。一切以防疫为优先，希望在台湾关键的时刻，大家一起冷静团结，勤洗手、戴口罩、
清洁消毒、量测体温。我相信大家一起做好防疫工作，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现在就如同在隧道里面，我们一定可以走向亮光。桃园是台湾的第一站，从机场到医院再到社区，这3道防线，我们都守在防疫的第一线。我要特别感谢医护人员、防疫同仁，我们不因为辛苦，不因为压力而有任何改变。那么在全国的收治确诊病患当中，桃园收治了25.7%，223人，占了全国1/4的确诊个案。那么其中部立桃园医院收治了114位，是全国所有医院里面责任负担最重的。我相信医护人员、防疫同仁从来不含苦，压力这么大，负担这么重，工作不容有任何闪失，我们要给他们坚定而温暖的支持。防疫如同战争，需要不断的投入力量。我们负担虽然重，但是我们绝对会为台湾守住防线。我想桃园人不会因此而害怕，也不会因此而退缩。请大家不要相信不实的疫情谣言，我们不会让谣言击败我们。感谢所有的市民朋友，与我们一同守护桃园，守住台湾。我相信防疫同心，离亮光不远，辛苦会结束，平安会到来。距离任期结束仅剩下不到2年的时间，而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开始计划卸任后的下一步。接受专访时，他被问到卸任后的目标是否会朝向2024的总统大选，柯文哲并未否认，不过也透露希望能带着民众党一起前进。我们就是台北市长做完，你要说选总统，我们就照这样，我们是政党的主席，所以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贪污很明显不见了，可以还债，不会欠债，效率大幅提高，预算执行率提高。可是这种东西它太形而上，老百姓不会去感受到啊。但是这个都要等过10年、20年后。用历史再回去看，才说，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改变，这个时代它可以影响这么大。但是那个都是历史再去评论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市长要就是一直 follow 你这种价值，更想要传染给大家的话，感觉必须要一个实质的位置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样来我们就是台北市长做完，你要说选总统，我们就照这样，我们是政党的主席。坦白讲这个政党。就纯粹选总统来讲，这个政党实在是都是负担比收获多了。但是这样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我比较希望说有一些民众党看起来就比较像耶稣的。可是感觉那样他们的核心价值要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民众党感觉有很多的派系。对但是这样的，这也是这样嘛，这个要一步一步。就好像我进台北市政府也是坦白讲，你说乌俄之众也可以，说拼装车也可以，对。但是你看，你到6年后，它就越来越。所以这样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广招天下英才嘛，但是在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整理，慢慢的沉淀，最后就会核心靠过来，就是我们要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你知道，前面2年真的是跌跌撞撞，因为这个政治还是有它的专业，好像我们其实在医学界。是顶尖的高手，你知道，但是你跳到政治界来，还是一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最近常在讲那个龟兔赛跑，你知道，所以说当然兔子会跑赢乌龟嘛，但是兔子不可以跟乌龟比游泳嘛，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果兔子狂妄到想要跟乌龟比游泳，那可能淹死了。比方说我当外科加护病房主任，我只要管250个人，我管250个人，那个单位是全亚洲最好的。可是你要管8万人，甚至透过8万人再去影响270万的市民，那个 scale 是不一样。比方说我这样，我以前要是管250个人，根本不用什么 soft power，
软实力、硬实力就可以，因为你每一个都盯得到，人家直接盯他就好了嘛。所以当台大外科教育病房主任，哪里需要什么道德劝说？不用，直接看不顺眼的开除就好了。但当市长不行。那当市长没有被市民开除就不错了。我现在最怕，我跟你讲，我对下一任台北市的，他不要把我们建立的制度给乱掉就好。你担心你的 SOP 全部都没了？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上网招标要公布评审委员名字，要公布底价，要什么都，然后那个标案多少钱，委员要几个，然后湖内几个，湖外几个，那没有超过2/3出席不准开标。那出席委员湖外没有超过1半不准开标，我们都有 SOP 呢。你懂你设计？那时候我柯文哲在的时候，这些 SOP 都被遵守，我都很怕说有些人不在了，所以我的任内没有任何一个 BOT 被怀疑过。明伦住宅它固然有4万的房租，但是请注意，它只占 10%， 但是它其他90% 的为什么你都不讲？它为什么这 10%？ 它为了达到一个混居的效果啊。那有时候这混居混过头，就找一个太有钱的进来住，我可以承认。那所以说我们有 over design 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会注意。所以第一个，它是一个社会住宅，只是实现居住正义其中一个方法。社会住宅，可是我们在做盖社会住宅的时候，台北市盖社会住宅最成功的地方是它让社会住宅不是邻里设施，因为以前就是搞成那种安康平宅什么胡民国平宅，就搞得跟贫民窟了。其实我跟你讲，真正要解决一个税制的，因为我们台湾房屋的持有成本太低嘛，我就直接指控我们那个囤房税，现在议会就没过啊，这次我就送进去就没过啊，每个都在打假球，我也知道啊。囤房税、多屋税、空屋税，这本来就要征的嘛。实价登录这一次中央有过了，实价登录。我跟你讲，什么叫多屋税？你知道，房屋越多，税应该越高啊。我们现在前3路1个税，那过3路以后全部都1个税，那一个1.2，一个1.5，那什么从第4路到第1万路都1.5%。市长，那你觉得这个疫情还会到什么时候啊？疫情不然我们卫生局长跟我说，市长你不要乱猜测，我是估计到8月的，但是今年8月。我估计，但是这样的我叫他们在准备一件事情，疫苗真的来说要怎么打，要先准备，要怎么打。第一，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次已经学乖了。要怎么打的？要先讲，要把分 group， 第一波打，第2波怎么打的？比方说先打，那第1波一定是先打医院的医疗人员，再来是打警消、老师，就是那种社会公众。这打完以后，才开始按照年纪，70岁以上的打，最终70岁以上，65岁以上，在6岁以下的，一定要，我叫他们要看画格子，因为我们要，比方全台北市几个打针的点。那每个点要可以刷健保卡，再下一个难题我都可以预测了。3月台湾政治攻防就是这样，台湾买不到英国跟美国的，那中国大陆说他免费要送，到台湾就陷入那个焦虑。不然还有一个更难的，因为以后是这样，现在是入境要隔离14天了，以后是入境如果你有接种疫苗的证明，就不用隔离14天。那请问，一个菲律宾人他打大陆疫苗，你要不要让他通过？到8月的时候，终于美国人、英国人打完了，有剩下可以卖给台湾，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打了。戏剧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在日前举办首映会，在该剧金荐资深演员李立群，在受访时他透露接演的原因是想看看台湾的演员演戏的模样，也渴望看到台湾的剧本。其实这次回来演戏，我在大陆不是待了很久吗？在台湾这1年，我就只演了12天的戏，就是我们这个戏。其实我12天而已吗？对，我只有12个工作天。2、1，恭喜他们创业的1秒即将上场，6月30号起，八大戏剧台、卫视高文台、爱奇艺全球首播。大家的笑容，左边一起延伸往左边，谢谢，谢谢。好的，中间我们再一起眼神一致往中间。好，然后再一起往右边看，谢谢。这次回来演戏，
我在大陆不是待了很久吗？在台湾这1年，我就只演了12天的戏，就是我们这个戏。其实我12天而已吗？对，我只有12个工作天。对我来讲也够了。为什么呢？我其实最想要做的事情，除了帮赖总的忙以外，我还是希望看看我们台湾的演员到现在为止，那个是什么样，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他们打个招呼，我跟他们对手戏，就是因为你知道海峡两岸他们其实文化的细节是有落差的，所以呢，我很想，我很渴望跟我们台湾的剧本、跟我们台湾的导演、跟我们台湾的工作人员、演员近距离的接触跟生活，这反而是我对这个戏很自私的一个最渴望的地方。那这12天最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是不一样。对，我觉得我们有许多东西显得更轻松、轻快，举重若轻。换句话说，咱们电视剧的历史是比较久。那心如例外，心如真的我们经常会在海峡两岸都碰到，所以跟老师合作，所以我对他的认识因为距离太近，反而有的时候看不到他的更多的成长，因为他真的是成长很多哎，哇，几年一见变一下，几年一见变一下，变化很快。我们台湾优秀的演员跟制作人，邱泽有啊，邱泽在《幸福一家人》里面演的，那个是我们戏还比较多，那个是我对邱泽第一次认识。而且非得要很认识才可以，我非得要看穿他才可以，要不然演起戏来不过瘾。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演员跟演员之间的互相了解，有的时候了解的越多，反而越对他们2个人的角色具有保护性。那我就在上一个戏《幸福一家人》的时候，我强迫他演我女儿，我觉得我不需要看穿他。他自然而然，我们2个之间的很多戏是戏保人，而且他跟我演戏的时候，我有注意他跟每一个人的那个戏不同的时候，他都有分的轻重缓急啊、酸甜苦辣啊，他都把那个情绪组合的很准确、很清楚。这个我有看到，我就很放心呐，我就不怕把戏演出去，万一2个人都尴尬怎么办？我就不怕了，我就跟他演出去。他小孩是蛮打成一片，本人跟小孩，他是我小孩的大玩伴，我陪他跳舞啊，我会跳整首芭蕾娃娃。他现在有进阶版。进入小孩多大？4岁。4岁。我小孩太小了，他不会玩，还小。我就陪他跳舞啊，他可能小朋友会非常的有童心，而且非常会。我可以陪他跳20几次一个晚上。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